家幫助佢伸展一個叫做豎擊肌群嘅，豎擊肌群咧就腰脊椎附近嘅肌肉一路拉到落去下背一啲位置度嘅，去到盤骨底嘅位置可以去到。咁我哋咧就要舒展咧，盡量喺呢個位置啦，由中背至上背嘅位置啦。好簡單，首先咧就叫佢伸直少少隻腳先，係啦。OK， 咁手掂腳趾，盡量叫佢手掂腳趾嘅。咁我哋咧用少少力撳住佢個上背嘅位置啦。OK， 咁個 patient 咧有時嗰啲位置咧就會有拉扯感覺嘅。OK， 咁我哋咧 hold 住啦，大概2秒到01、02，慢慢叫佢上翻嚟。好，要挺一挺直條腰。OK， 跟住再呼氣，1、2、3，落，俾少少力。OK， 一樣啦，上翻嚟。OK， 呢個可以幫助舒展下背、中背嘅位置、豎擊肌群嘅位置嘅。